妙极了，美不可言。快把锦缎脱掉，让我好好看看你呀！大人，你快进来呀！进来，就让你看个够。别忙，别忙。今天我们换个花样玩玩，好吗？奴婢听大人的。哎，我是老虎，你是小羊，我们玩老虎扑小羊的游戏。谁？啊，是我，马大人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呦，李大人，自从我打了那个喷嚏，他就讨厌我了。你能不能帮我说说，李大人？我又不是有意的。马大人，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。哎，回去吧。啊，走吧。不，我就要守在这儿，守在这儿。嗨。林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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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啊？啊，我，李善。不许出声啊！林大人啊，来了。啊，林大人，李大人，请。林大人找我有事儿啊。李大人，适才曹大人写了个奏折，请你过过目。啊，来人呐！在。有请曹大人。这。起来了，起来了！好，行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没事了，回去吧。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快点，我回去了，快点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快走，走了，没事了，走吧。我回去了，快点，走，同兄，走了，你们没事吧？你受苦，走吧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没事了，赶紧走吧。一言难尽的，放心吧。没事，走吧，快点，哎，走吧。这是纹银100两，你老母几年的吃穿不成问题了。何去何从，你自选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小人阴曹地府也当报答呀！多谢大人了，多谢大人。只要你按这上面说的去做，回头我就把纹银送给你的母亲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
一切都安排好了。这次实在找不到罪犯了，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。哎，下策，下策。不过，这是我们俩为扬州百姓做了一件千古流芳的好事。那是，那是。大人，那就升堂吧。在升堂之前，有一句话要跟你说清楚。大人，对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吗？这件事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这辈子万万不可泄露出去。大人，看你说的，这是掉脑袋的事，我敢吗？要做到天衣无缝。明白。升堂。林大人，这个奏折我看得重新写，这遣词用句都得重新处理呀。怎么样，曹大人？我说李大人不说点什么，要不这份奏折早就送走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李大人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林大人，曹大人，这奏折的事，以微臣之见，还是缓一缓再说吧。啊？哦，为什么？林大人，这巨燕是不是真品，我想谁也不敢说。运回京城吧。万一是个蹩脚货，皇上必然要怪罪你林大人，重则是你欺君，轻则说你林大人办事不力。说呀，这其二呢？这其二嘛，将反贼写的反词奏明皇上，对不对？怎么不对呢？这扬州府大门口出现了反词，这事儿总不会是假的呀？是的，大人，我全招出来，全招出来。是的，是的，大人，是的，大人，那反词是小人写的。当时院子里的戏班正在唱戏。外面又乱糟糟的，趁没人看见，我就把它贴墙上去了。洪师爷，赏金给我娘送去了吗？大胆逆贼，竟敢在公堂上滋扰乱章！来人呐，这，让他马上画押。是。来，这儿。洪师爷，你可不要骗我呀！你就放心的走吧。押下去，押下去。走，洪师爷，我娘可是孤苦伶仃、无依无靠啊！洪师爷，洪师爷，洪师爷。知情不报，就是欺君罔上。李大人，这一点你总该明白。
林大人英明。正因为如此，微臣以为暂且不能上奏。我说个道理，林大人你就会明白。罪犯没有抓到，一个悬案，林大人就要上奏给皇上，皇上自然要问了：既然你林大人在现场，为什么让罪犯逃脱？不知林大人该如何回答呀？再说，也就是其三，你林大人到扬州，只是巡查打点，皇上南巡事宜。如果出了乱子，由扬州知府出面解决就是了。案子要是破了，自然有林大人的一份功劳；要是破不了，你林大人还可以袖手旁观，横加指责呀。李大人说的滴水不漏，条条在理，佩服佩服啊！不知林大人为何发笑啊？我笑李大人果然不是什么凡人呐。我不明白林大人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曹大人，我说过没有？只要他李某不写着奏折，他就栽在我林某手里了。说呀，李大人，谁是你的同谋？说呀。